正所謂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繼細佬陳冠希恐嚇信事件之後，呢日陳建飛出席活動嘅時候，突然向傳媒承認父親陳澤文破產。佢仲表示呢個決定係經過全家人商量之後，認為最好嘅解決方法，所以父親就派佢作為代表宣佈呢件事，詳細內容亦都會稍後公佈。而 Trisha 仲透露細佬 Edison 喺讀完大學之後已經冇再用屋企錢，好生性，所以當佢知道 Edison 收恐嚇信一刻，亦都驚到唔識反應。上個禮拜有個 Didas Party 㗎嘛，我喺個 Didas Party 嗰日咧，我冇食嘢2日，係冇瞓覺2日嘅，因為真係太擔心啦。係啊。緊要，其實成家人係咪好困擾？依家譬如話，即係大家有冇一齊坐埋一齊講過呢件事？冇，即係我會問 Edison，Are you okay？ 佢話 I'm okay， 咁我就唔再問㗎啦。咁我覺得而家 police 係處理緊呢件事，我就覺得好kind of feel better 咯。你有啲咩想同發呢一封信件嘅人講？即係我覺得有少少 immature 咯，同埋如果你想串我細佬個名，串啱啲咯。串錯咗係。但係嚟緊有好多人都好關注，就係因為佢嗰套電影咧將會喺新加坡嗰度即係出席一個即係宣傳活動啦。有冇叫佢唔好出席咁啊？冇。但始終都會唔會有少少危險咁咯？即係我唔知，即係我唔知道呢樣嘢係幾 serious。不過我覺得我細佬唔可以為咗呢封嘢改變佢個 life 咯。雖然屋企所發生嘅事令到 Trisha 好擔心，但係講到佢身上嘅白色露肩裙好似婚紗咁靚嗰陣 ，Trisha 就即刻展露笑容，話一早已經諗定自己將來婚禮嘅詳情啊。其實我已經諗晒我嗰個 wedding dress 係點樣㗎啦，係我已經諗埋邊個幫我化妝啊，邊個幫我影相啊，全部諗晒㗎，係啊，係爭個男仔，爭揾個老公嘅啫，而家係啊，即係而家仲未有呢一個合適人選。有 Felix 我男朋友咯。係，但係譬如話，大家有冇之前計劃會幾時會拉埋夫出嚟？定係等佢嗰一下求婚嗰下嚟？我唔知，識咗佢1年，所以睇下點咯。不過我覺得適合就適合，我覺得 Felix 真係幾好咯，呢個人。陳建飛呢日出席一個復活節活動嘅時候，就承認爸爸陳澤文即將會破產，更係爸爸叫佢代表公佈呢一件事，而爸爸過幾日之後就會正式公佈詳情。Edison 嘅爸爸陳澤文其實近年嚟都多次傳出佢欠債嘅消息，好似喺2002年有傳仙股除牌風波，就令到佢身家蒸發過億。喺2003年5月，陳澤文嘅控股就曾經被證券行入稟追討647萬嘅孖展款項。不過最受大家注目嘅就係喺08年7月，佢再次捲入錢債官司，被追討接近2000萬港元。而陳澤文亦非常活躍於香港娛樂界，佢係成龍以及楊受成嘅好朋友。Edison 接拍嘅第一部電影《特警新人類2》，更係陳澤文有份投資，為 Edison 加入娛樂圈鋪路。Edison 嘅父母喺佢未夠9歲嘅時候已經離婚，而之後陳澤文就多次被記者影到佢同內地著名男演員胡兵經常出雙入對，有指二人關係非常密切。Edison 有2個家姐，大家姐陳麗華以及二家姐陳建飛。Edison 喺08年初捲入藝人不雅照風波，佢嘅家人都對佢不離不棄。陳澤文更加表示，作為父親真係難辭其咎，請求大家原諒 Edison， 接受佢嘅道歉。陳建飛呢日嘅面容明顯有少少憔悴，細佬陳冠希經歷子彈恐嚇事件，爸爸又即將破產，陳氏嘅家事都可以話係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啦。因為之前譬如我哋本台啦，同埋某報紙啦，就收到疑似子彈同埋恐嚇信，即係 I mean 陳冠希啦。咁其實你作為佢家姐，會唔會好擔心啊？我初聽到嗰陣時咧就冇感覺㗎，跟住我開電視咧，真係見到個子彈咧，即係好大個子彈，我即刻好唔舒服咯，即係點解有人哋要真係 go out of the way 寫封信，就擺個子彈入去，跟住又 send 過去，我覺得幾 serious 㗎，係啊，即係幾 serious， 同埋當然係會唔開心咯。即係如果見到自己嘅朋友，即係唔係細佬，but let's say係我朋友，我真係都會唔開心咯。咁但係有冇即刻打電話？我有啊。我即刻同我細佬同我個 pastor 祈禱，係啊！即係你打去祈禱。我喺 BBM 度，我同佢講，我話不如你祈禱啊，
不如我哋一齊祈禱。跟住佢話我已經同緊我嘅 pastor 祈禱。佢同緊佢嘅 pastor。係啊，所以佢都幾好嚇。佢有冇同你講喂家姐，其實我真係好驚啊？咁你會唔會諗過去即係譬如陪住佢，陪一陪佢啊？佢又冇同我講，我驚細佬驚，佢唔會同我講嘅。不過我驚，其實我都會擺喺裏邊咯。你都冇同佢講，我家姐好擔心你啊。唔會，因為我哋就會覺得嗰啲 police 會希望嗰啲 police 係會investigate 處理啦嚇。陳建飛透露，決定破產一事係經過全家人嘅商量，認為係最好嘅解決方法。佢表示 ，Edison 自從讀大學之後已經冇再用屋企人嘅錢，財政獨立。睇嚟陳建飛同 Edison 真係要更加努力工作揾真銀啦。佢仲就快有一套戲啦，嗰套戲係關於槍嘅，咁咧就會上畫啦咁樣。咁你會唔會睇啊？我會睇，我已經攞咗飛啦。哇，其實有冇啲擔心啊？譬如新加坡嗰度咧，個封信就話會有啲危險。咁你覺得應唔應該譬如着翻啲 protect 住自己咧？我覺得 protect 住自己都需要，不過我覺得佢唔應該為咗呢封信改變佢自己嘅生活咯。即係咁樣 live life 係好難嘅。即係我覺得佢 live life for 佢自己好過，即係成日喺度驚咯嚇。明白。咁其實你會唔會都希望有啲咩 function 可以同細路一齊出席，咁就可以譬如精神上或者成件事係一齊支持佢？如果細佬翻嚟香港，一定會喺度咯嚇，係咯。另外，同陳冠希亦師亦友嘅劉偉強，亦都有透露 Edison 嘅近況。清官都唔知家庭嘅事，所以唔可以自評。唔係啊，因為佢爸爸就係話，如果阿仔揾到錢養佢，佢都覺得，即係佢覺得阿仔揾到錢就會照顧佢咯。當然仔一定會照顧老豆㗎啦。唔係啊，咁意思即係咁而家Edison即係個收入佢美國提醒佢係咯，佢都知道多咗諗住揾多啲嘢。最早知道你嘅性格。唔係我啲話睇情況，成日話即係會有我一定嘅機會去到。無論 Edison 啊，或者阿 Q 啊，即係呢個其實佢哋基本上都係受惠者。咁你話幫唔幫大家識，梗係幫㗎啦。點會幫？呢個咁睇睇自己啦。唔係話要幫就幫。